欢迎收看《后上开上股》，有花开家股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中国乡下的老后生人大嘴鼓了。今日要讲一个话题，是马街，就是董事行的。你是马街神操，到底你是马街神操，台湾人动相信神操吼？对后生人当中，对社会时代，对出社会过后，立下走头路，一次唔会退休啊，到底台湾人有冇按相信神操呢？今日你就唱到50后生人，老大家乡下来分享神操那一片神奇咯，众上分享。首先有讲到是质疑，大家好，我是从小就好看神操书的质疑。從小就好看神操書，不過對神操到底有了解幾多？等下來問看啊！吼，天機老太家小嘅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吃到神操堂就好的李家嘎嘎。所以盡殘酷就好吼，等下將來問對殘酷那一片吼。第三個老太家小嘅係冠權。大家好，我係咁講嘅之間三唔出神操嘅冠權。等下來談，而係哪一隻神操？好。第四個老太家小嘅係白橋麼？大家好，我係金不應嘅神操大使鍾北強。你喺度分享情緒，唔係神操大使哦，你跑錯棚咯，謝謝。好，最尾老太家小嘅係少婦。大家好，我係神操大使嘅黃少鳳。你妹係神操大使嘅小助理啦，你係小助理好冇？我係小助理，有點波特啦。神操小助理嘅黃少鳳。好啦，什麼太講好，跟剛好有講到吼，台灣真正懂相信啦，占星學啦，神操之前，上世都太一定會問你問，你幾月出生啊？啊，你9月，你處女座，啊，你龜毛哦。真正會有安尼話題哈，不過今日你有講到神操大使布萊德哈，來看看你的神操大使到底有幾厲害。先來談一下你採創嘅所有嘅後生人嘅神操係乜嘅？你先來談子瑜好咧。自營哦，其實自營係最簡單嘅一個。用辦因為影看吼，大擺吼，談到乜嘅當上線嘅歌啊，看到上線嘅天然啊。幾千位叫啊，鼓手你係乜嘅？天真浪漫，還有多愁善感，雙魚座。哦，有什麼？有嗎？厲害！送上了，實至名歸。有配上你啦，你講，叫我你講。冇，我呢個提出擺銀色的。聽假的，真的沒有難度嘛？因為真給子瑜哈，他的那個眼睛哈，係水龍頭睇這個地方，一陣是水晶流呢，有冇按呢？真嘅，我跟年輕好叫，因為時常看電影、看電視嘅時候就會叫，感覺那還有生離死別故事嘅情節，一定會哭，無淚不歡啦。無淚不歡，你馬改。就會一定會叫，他去攏愛叫，倒數3秒，2、1。他愛講法，然後我叫，那有啲時住喺路空啊，看到阿公阿婆啊，牽樹，行路尾有啲想會叫。老人家牽樹過馬路，做乜叫？不是你看那大霧烏龜，你媽媽叫字係嘛？老呀，車115一隻菜啊！那個廣告。好，我不知道。因為你自己看路況啊，阿公阿婆啊，老人家代表講，佢哋用啥呢？帶佢下請救的嘛。嗰時候都係上愛按救，係講係唔簡單嘅事情，就會講情感痛，畫面聽講咧。好，什麼雙魚座的幻想時間？你真嘅懂會分享你不要在雙魚座幻想時間吼 ，stop 好冇？好。繼續來談下一首李家。來團而家，係都難團咯。我感覺哦，佢其實挺難團哦，因為佢看哦，佢時常哦，攞佢自家嘅未係啦，咁講吼，佢時常攞佢自家嘅設計吼，挺黏嘅，無論係套路啦，無論係出戲料啦，係啊。佢嘅面數哦，攞 IG 當個哦，全係黏嘅相片哦。我感覺佢係嗰種哦，當愛出戲了，當愛出戲食條路嘅，應該係射手座。弟弟，射手座，扣分。基本嘅神操大使可能應該嘅扛棒會插下來哦。有點上拳啊，有點上拳。張本團100。
你讲，假使唔系射手座，唔讲蠕动接拳，哎，非常难哦，非常难哦。射手座，就唔系射手座刚刚讲过哦，摩羯座，你讲嘛摩羯座，摩羯座，对嘛？有冇？厉害！加上大家都中嘞，真嘅藝超係摩羯座，非常厲害啊！唔過加上真嘅我有人團係係射手座，係唔過藝設計上嘅係12月24號，我說就所以現在是跟大家講嗎？大家都在送藝上嘅，你不都按這些小萌大家？好嘞，好嘞。因為藝12月24號其實就老嘅射手跟摩羯嘅夾機啦。嘿，嗰種有場是藝就有啲衝殺數，射手座，有啲衝摩羯座。唔過衝藝設計當嘅時間，真係衝北強講嘅，就會排到黏，喺個冇接頭度嘅時間啊，藝咩上愛有朋友啊，嚟傾下約會啊，出去了啊，故所啊，藝台北、新北、桃園都蠻難嘅只有當嘅。跟朋友聽到嘅係冇？真係按人講啦，睇藝啲超開啊！係啊，故所呢，藝就知道衝藝設計就係朋友當多嘛，韓國啊，是有工作咋係嘛？係啊，是有工作咋，係時間就當多。故所藝早晨8點到按補呀8點，係。當日呢都有難嘅事情，無論係做條路啊。那個時間就冇一個空拍嘅地方。係，其實我有嘗試想歇困一下，唔過就有點像摩羯座一點嘛，工作狂啦。係，就想喺攞時間填到用到難嘅啦。唔過我自己用唔好偏見關愛，所以又有啲像射手座。好吃油，係好動好吃油。又準啦，又啦。好啦，給你拍手好啊。嗰個其實哈，咖喱加安尼算夾機啦，最兩種成菜嘅機芯都有，所以你啊，給你0.5分安尼做對嗎？0.5分。少的啊，給我不管。給你落繼續來談，你順康嘅，你根本嘅小助理係乜嘅成錯？兆峰哥哦，兆峰哥哦，大家先看起來，咁啊看起來又當聰明，看起來本來就係啊，係啊，真勁聰明啦，喊住吼貴精的啦，鬼靈精啊，貴精啊，嘿，佢吼喊住吼大白吼，我哋吼錄節目之後吼，佢全行來行去吼，聰明嘅，完全聰明，完全聰明，坐得我點睇，像安樣屁股上現衝感勁哦，應該雙子座，哎呀，真係厲害啊，真係厲害！嗰時候大家要記得咯，我係6月16，雙子座啊，好了，基本太搞黑馬該，要一直跟大家講自己的生日嘛，要送電路黑毛。等一下下課後來跟我講，我告訴你我的生日在哪裡。馬該電路。恭喜你！基本看起來，北強吼，真係動會團嘅吼，都厲害。冇辦法呢。給小鳳，你自己有吃到自己動槍雙子錯嗎？有啊，我每次都係動槍，當然講咩吼，係雙重標準。上次講係雙重人格，乜個雙面人？咩？因為咩吼，係雙面多貴啦。啲屋卡咩吼，我係講一件事情，我可能出門了後，誰就唔記得咧，我馬上要變一個標準。像上次我對我朋友講，天天的來唔是緊張，哈，可能要出去聊。天天的書東西要全部要帶到，哈，唔是緊張，唔可以記，也時間限動到。我可能下起名啊，啲留下等10分鐘，我可能唔記得咧。喂，我阿媽啊，啲下巴等你當叫人咧，乜解唔是記？而家幾多點咧？我失動咗我，神經病，神經病咁樣呢？還要睇其他像乜嘅彈鋼跳擺吼，小鳳喺出門之前啊，老星嘅細聲，結果起來又反悔。咩？這種的怪愛，這是。我原本大經講我愛，好，唔過我有事情啊，我後來這樣子講，條街要喺我做乜嘅事情，我要講好，係啊，就事情卡到嘅，又做唔嚟，一到跟反悔冇關係啊，啲老馬嘅有關係，老基礎有關係，基礎係啊，有可能我就唔記得講我條線要帶緊乜嘅事情啊，係啊，你講第日講我變動腳啊，你講你阿咩好，我嘅咩好，然後你阿好，你就變唔好嘅，係啊。故事你會知道，雙子座還有太搞會講乜嘅髮型、太老、髮型一定要清準。我從生嚟就最唔好講嘅。難怪啲好高嘅時節，小鳳好種就係動有名啦，偏清到嘅，偏清到。即係好名聲嘅好名聲，我諗講。
大家从小就冇讲，妈妈星座双子叫花心，都从来动脑对冇？其實大家給一個澄清大會好嗎？誒，當然我要澄清一下，也係誤會。誤會，其實雙子座咪好，其實好交朋友，好搞，唔係好交朋友，好大在鼓。我俾你們以為講到撩妹啊，唔係，繼續大在鼓聽聽，好交朋友，點啊？嗰種係好交朋友，唔過係咩講？大家朋友係要交哦，要分撇咧哦。黑啦，没啦，没人嚟啦，唔咩天嘅啦，知心的朋友要交朋友，點啊？好大在鼓聽聽，唔咩撩咩哦，真嘅唔咩？嘅生初代是雙子座有乜嘅性格？雙子座有乜？其實吼，從安永英吼，其實雙子座就兩種嘅性格結合結合起來，講好誒。哦，湘西佢係我嘅小助理啦。湘西外向，湘西親切，湘西又愛交際，很愛交際。咁講吼，湘西咪當內向，當兩情唔愛講話，所以兩種嘅性格吼係雙子座，湘西有對應嘅共同嘅特質。咩眼咧？他人講係可以神嘅，上次又外向，上次又你真嘅用念啊，真會念啊，其實成為周天嘅。係啊。然後星座大師有數殺，還有一個人，看見咩東南團吼。亞洲界是最難團嘅，你知嗎？因為你看哈，冠軍哈，安用啊，我老大家講一隻故事啦。乜嘅故事？方才我都看到哦，佢個 IG 現實動態地圖哦，有一個人哈傳訊息講哈，哦冠軍應該那個應該包裹多咧，應該還蠻靚哦。粉絲係嘛？佢係連那個 7-Eleven 便利商店嘅店員哦。哇！哎呦，簽入佢嘅臉書面書哦，哦，所以佢安樣應該當到唔講係出戲了啦，佢當我出去創歌啦，出去撩妹啦，每年吼所有全部係什麼嘢？所以我團你應該係發性嘅射手座。哦，你們上個眼睛係射手座，馬家很多希望自己係射手座的。有關係呢？因為射手座嘛，大家印象中就會髮型啊，哦，眼睛什麼會揾跳腳啦，我冇想講眼睛係殺手座，眼做啲老朋友咁樣講啊。你整件髮型呢？冇呢。最好嘅啦，爛事誒，不要一記住個大一船人愛嘛。一係都係佢樣好交朋友天天，一係嘢好交朋友，根本就唔係射手座，個團下。假使咩射手座，我看冠軍吼。開始 Q 粉咯，Q 粉咯，Q 粉咯。因為佢嘅套路吼接觸嘅動法。像佢唱歌嘛，唱咩動好啊，還有表演啊，還有開直播，係安樣講嘛？開直播咪傳動作簽啊，係，還有翕戲啊，翕廣告啊，還有接台灣嘅商品，所以我感覺做倆動作嘅套路嘅人，倆咪好，該咪好。應該估錯，我動鏡會猜錯呢。快點，馬該選錯。天秤座，冠軍是不是天秤座？哎，你先聊一下，等下轉來繼續來揭曉冠軍係馬該選錯了。先聊一下。雙子座的員工最驚讀到處女座的主管。四毛命啊！四毛命讀到就問四毛上啊！啷個？估錯沒好？我雙子座嘅，我係去個去應聘沒好？哦，處女座主管，謝謝，拜拜，開始。我係雙魚座，係實話實講，唔係從小房，係冇雙子座都亂講法嘅。個處女座沒好，已經安排到500年前、500年後嘅事情嚟啊！跳歐巴嘅，歐巴啦。歡迎大家到到嚟後生台上嘅節目現場，家最明要講到林冠權到底係乜嘅選手，請揭曉。我係摩羯座。
完全不巧，没有完全不巧，完全不巧那哎。黑摩羯座呢？黑白奖。黑白讲，他又不是工作狂。係啊，你係環保護我問你本身就當然愛做跳路嘛，撈離家你喜歡做奶 Q 用抽毛？然後應該是件天哎面面。其實啦，青島人會咁講哦，摩羯座就會工作狂啊，係啊，嘛個跳路就三萬去做，嘛個跳路三萬去請。唔過我冇強咯，我就啲不看哦，偏年請來做跳路，我真會去，哎容易。因為佢係명聲呐。係啊，光陰啊，今天那個大師好像有點那個哈。又準乖啊。乖。哦，剛剛就喺問大家吼，誒係馬街神操，然後問大家最唔中意、最強係馬街神操。哎呦，黃小鳳，好好講啊！而家講一堂，我啱講，要不本機會，我最強嘅我知道錯，我最強嘅應該係主持人嘅神操。你有定係馬街神操？冇關係，我有星座大師，來師傅，土意有難，要扳回一城了。最後咧呢，其實當簡單哦，你看主持人安哦，做嘛個事情全當認真，當清楚嘿，認真到吼當電影。電影鏡，馬街電影腦。龜毛，所以呢日挺完全係處女座嘅代表。誒，真嘅，係嗎？真嘅，真嘅。龜毛座，我身邊親戚朋友講，一看到我，哎，你處女座啊？係啊。真嘅。跟大家講，我生日在9月16號哦。謝謝。因為平常時阿總顧啊，除咗開飛啊，還有錄音時完全都冇吃拖。真嘅唔會慢到，還會體重多。係啊。我哋壓力動態，唔係誒偏好些幾多點，出幾多點，誒用來遲到，係講誒就係講總白強老人關權啊。咩？韓白開飛6日慢到5兩3，就準備搶26歲。上擺也搶過你啦，通告費全部你都要扣光光你哦。會搶啊，會搶啊，會搶啊！那你再慢到看看哈。哦。哎，沒有，哎，根本要轉到你的真體，哎，師傅，你最驚馬街哈？就處女座。就剛剛講啊，處女座啊，走馬。那有原因呢？這是因為我係雙子座啊，係嘛？我解釋一下，因為我雙子座咩哈，從我做乜嘅事情，我心中有把尺。如果啲變數，誰心中沒有一把尺？我心中有乜？我有分寸啊！所以我不用就會知道乜嘅地方，我做事情係心中有秩序，亂到最高點。乜嘅事情就愛去甲聽，我要懂得預備方案啊！不過偏完全唔知，不過啲我掌握之中咪吼，我有把握。嘿，唔過你本嘅處女座的底度咪吼，有冇欠戲？真嘅，我完全了解處女座會欠戲。處女座其實我乜嘅就要規定好啊，古上愛知道咪吼？雙子座的員工最驚讀到處女座的主管，死無命，死無命，讀到就問死無生啊！啷個？你俾佢做乜事情沒有？你講冇講喺愛啲，呀處女座的主管看到就啊，看到就暴衝。你講乜嘅事情就冇做嘅規定來，古上咪吼？我雙子座嘅，我喺去甲去應聘咪吼？哦，處女座主管，謝謝，拜拜，我去。你反而叫主管。你做事情啊，雙子座有時就會東挑一個西挑一個，處女座嘛就鋪來，你東挑一個西挑一個，冇種法冇鋪這哇，係咪？這不重要啊，係冇結果真係重點啊，錯冇？馬街，好過程咩當重要好冇？我讀到處女座主管，我就拜拜。好難㗎啦。哦，好彩那個雙子座嘅唔係我嘅神咯，冇佢就死過。原來叫佢公司啊，就唔知。誒，韓白可能會哦，係唔係？聽啦，去甲開群組啦吼。我韓白會老嘅絕交。好，嚟林冠權，你最鬧最強係馬街神操。來哦，你做嘛？唔是講啊，你做嘛？顏面失調。咩講處女座呢？誒，處女座睇用版，人家都唔掉太假係冇。用版講，做嘛喺鬧處女座呢？因為呢哈，因為頭擺啊有一張細模嘅哈，佢係處女座。等下，因為講天本處女座上面你得睇。太帥哦，夏月爆恨啊！冇。因為用版而家講咧，啊，就係呢，啊，因為佢用愛啊，氣氛愛嘛，不過愛冇氣氛佢啊，有一擺啊，大家叫我朋友去酒吧了，哦，然後呢，佢結束以後，啊，叫兄弟，講佢再愛進去嘛，你講你愛冇安全帽咯，你唔好來哦，佢就啊，冇，俺不以前去買一點，買。
买一打完就懵了。当过落去啦，我就讲，哎，你该到找做的去做样茶，你做嘛该唔好自家去做呢？讲緊佢咧係因為佢清中醫人，然後成成充冇關係嘅啦。唔好啦，因為佢樣樣都人家私生活你知嘛？三不五時哦，嘛該人打電話哦，跳落落嚟唔係迄記，哦，係清笑啊，清煩。哦，嗰陣呢，我看到誒，什麼嘢迄處女座該我就會講，唔係你哈，我什麼嘢，什麼嘢，唔係就是你。你講處女座的什麼喺你去買安全帽啦？係啊，哦，就安尼。超級沒有邏輯，超級沒邏輯。老神抽有買關係，我哋等下電視機頭前所有處女座嘅觀眾朋友，尤其係細阿妹，我會老人家講完帶奶哈，聲音。唔好講吼，好啦，問下一上嘅鍾百強，你應該唔係最強嘅，唔係矮吼。唔係蛇來嘅處女座啦，強龍係蛇妹嘅處女座，然後冠軍強龍啦。不過我動手拉住佢，我動手拉住佢，抓住眼睛哦，因為我媽媽是係日本嘅影帝當中標準嘅處女座，我從10歲到了下25歲，我看動到咧，佢繞口動到，佢動音嘅，我感覺吼。假使我嘅頭部吼，唔好炸個頭一個係處女座嘅蛇妹咧，當聽喎。老人講吼，話唔好講太強。你吼，你講吼，你漢白就拖一個你媽媽嘅複製人轉。哦，動將。真嘅佢很有趣啦，因為從之前我嘅男朋友就係天蠍座嘅，咁樣是你分數了後，我就想係千萬唔好搞天蠍座嘅男朋友。後來咧，佢嘅男朋友係朋友介嘅嘛，咁樣是介嘅時候，你就食飯打嘴，佢嘅朋友就問我，你唔中意哪一隻星座？你冇愛搞哪一隻星座嘅男朋友？我就講天蠍座。咁樣是嘟嘟好，幾大世來，我嘅男朋友就係天蠍座，佢就非常講我咩做的唔係天蠍座啦。嘛講很多我咩做的唔係天蠍座，佢自家就係天蠍座啊。唔錯，真係非常講嘅，古數百強啊！你那係唔想愛因為讀到中藝，我家下就講我唔想愛天蠍座，印讀到天蠍座，古數發唔講天蠍座。我有吸引力法則。吸引力法則。真嘅係墨菲定律，你越不要，它就越來。家下講到係大家最鬧最強嘅星座，兩下問大家最欣賞、最中意哪個星座？真係應該係本來當好嘅答案咯嚇。其實我最欣賞嘅就係處女座，唔係最強嘅，因為像我嘅姐姐就係處女座，我感覺處女座對人生嘅規劃還有安排都安排得真好。因為呢，處女座唔單單處嘅規劃當好，還處嘅感情當好，要處理來真好，唔係聽我感性，還聽我理性，非常嘅嘟好。還有我親到嘅朋友係處女座嘅都非常嘅優秀哦。真係呀，反而談到動業線咧，係唔係調試講本我弄眼糖？我係雙魚座，係實話實講，唔係從小房，係冇雙子座都亂講法嘅。嗰處女座咪吼，已經安排到500年前、500年後嘅事情嚟啦。聽我爸嘅，我爸啦。除了處女座以外咧，我咩親中意嘅巨蟹座。巨蟹座冇唔錯，因為巨蟹座老時候唔錯都係水象嘅星座，古時候你兩三年先拍別來，動視拍。就唔係頭書頭腳嘅感覺。真嘅，出去那個時候請吃菜，時常我親同嘅朋友係巨蟹座的啊，就會有心有靈犀嘅感覺。嘅杜紅人嘅朋友都係巨蟹座係嘛？因為我嘅朋友真係清少啦。係啊，我啲啊真係自己嗬猜字唔猜到，跟你講咧，你最中意董好處女座。其實我知道嗬，根本你製作人，給你發你用啥就做，會不會三啥都係搶你全部開。記得就平啦。什麼？等一下嗬，你同個結束嗬，給自己勞力噶，國家用錢嘅。你上兩輩最好處女座呢？我哋係哦，懂真，處女座。好，懂咗啊，你講。我做處女座非常嘅好，就係佢呢做唔嚟接受一些些錯誤嘅事情。古時候做乜事情都懂心意啊，韓國啊懂細心啊，非常認真啊，無論啲條路空啊，愛情況啊，之後都係100分。古時候我懂好處女座哦。再次代表電視機頭前所有嘅處女座嘅朋友是夢麗嘎。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。處女座，因為9月
在形上其实就会处女座，一大半啊看到唔好嘅事情就会讲冲新来过，无论做几多边就佢就会做到好来就错咧。古时候虽然按用看起来就有啲龟毛啦，不过其实就会离嘅完美啊，个较接近咧，错冇？真嘅处女座就会完美主义，咩事情咩事撇上，真嘅，动强你，爱吃个咩吃到吃个动强，除咗处女座以外咧。爱去甲咩同好嘅射手座哦，你自己就半个射手啊？因为爱就会同好去甲冇，冇啦，因为爱知道射手座其实就会乐观派嘛，就爱有上时就会有啲懂得小剧场。嗰时候老嘅射手座老记得讲爱嘅，呢度嘅剧场啊，模仿一些事情啊，记得就爱用正面嘅风向老爱讲。我说爱用自由啊、乐观嘅心境，爱相信大家应该都懂好嘅啦。真嘅，哦，关于咩懂好咧？火象星座，哎呀，咩懂好射手座啊？用版型呢，因为自家迄摩羯座嘛，迄属于土象星座该吼，出去了吼看闷吼，跟大家一起看闷，无乜个讲法。不过有朋友向下杀鼠座啊，吼狮子座啊，有乜个牡羊座向下吼，就会青头发吼，青头发好讲性格咩好哦，故说我就请好该杀鼠座该火象星座嘅朋友。今日来吃到火象星座，吃宠吃土，搞崩起来咩默默嘅哈，师傅最中意那个神兽，最中意係咪嘅神獸？你不要跟我说是双子座哦，董爷就會雙子座啦，你自戀狂啊！雙子座懂好呢，因為咩都盤奇怪。我諗講，雙子座嘅人咩吼，佢那些情緒咩吼，有情緒不好嘅時間咩吼，嘅火關體就好咧。係佢那些動發起咩吼，發條就高咧。係大家黑手，啊你就高體咧。脾氣色彩懂好，對佢嚟講，做啲假假嘅事情就係小事情，哈。小事情，知道冇準誒，冇準誒，對佢嚟講冇乜準啊，嘿。覺得基都填空你，冇，真嘅，要做啲假假嘅事情，一根本就冇事，嚇，就人講嘅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啦，一顧眾人講得好，乜緊點冇，一雙子座做媒人咩嗬，保你將來嘅啦，就按好。愛用蒙糖哥，都係賣人講，顯佢出來，真嘅蒙糖哥。顧眾人講嘅，如果愛吃到老雙子座搞朋友一個好處。搞一個朋友等於搞到兩個朋友，因為雙重人格嘅感覺係冇？有。啊，觀眾朋友呢，他閒聊，他等他轉來繼續嚟講，身邊有乜個朋友一看，哦，你就是什麼星座，你就是什麼星座，都得衝到那邊讓他閒聊一下了。我到我嘅屋下愛餓時，突然哦打開門哦，明明我嘅屋下地圖哦就兩件偏數哦，我講吼，你做得起，咱外一件學啊，佢講我唔習慣。也係打痛嘅習慣啦，水瓶座佢很用係點啊？基本即個屋企人咩嗬，另一半有很大的空間，我總感覺咩嗬，那只有錢有拿轉去就做得咧。嗰種唔多王太太心目中嘅 ATM 就錯嘅。歡迎大家多進嚟《後生睇上嗰樣節目現場，你下問大家係你身邊有一個人一看佢，哦，佢老幾個身上用來安撫下，有兩種人嘛，一看，你就是處女座，一看臉上就寫着我是處女座，有兩種人嘛，關佢。好哦，有呢，我感覺係我阿妹呢。你阿媽媽係馬嘅星座。哦，因為我阿妹係處女座，然後北天機嘅阿妹強用啊。咩老夾嘅姐，咩老愛強用。係啊，係親標準嘅處女座。用版型呢，哦，屋靠有親到嘅灰塵嘅時節，佢就會壓哦。收特工哦，一定會收天嚟，咁拖天。但你都會收天嚟。係啊，我感覺哦，你用乜用去？還有咧，還有一擺吼，還有個經驗我分享俾大家聽，就係你後生有做緊牛尾夫嘛，係嘛吼？牛尾夫2-3公吼細就做得。差唔多2-3個細多。唔過呢，牙咪係用版型呢，誒做出去哦，買東西多進來，佢就拿一隻。可能做忙5分鐘。忙5分鐘就拿一些，拿一些啊！會推卸的，係啊，會推卸啦。不說我就一直買。哦，因為我5分鐘食一兩啊，嗰條就5分鐘買一兩。冇限啊！本哥已經講得啦，不過處女座嘅性格哈。所以按照係唔過記得哦，係請3萬個星座啦，因為我係新男士嘛。哦，假使呢吼記得吼。
天师几个这来朋友哈，利用了讲本堂哦，就会安排你偷本用个时间啦吼。做咧偷个处女座啦，叫佢老你做谁哎呀？都在迄偷不用，迄抢四种人啊！处女座迄什么人，唔系人个扫地机器人。唔讲像讲按男士嘅生就喜欢按用嘅什么，你像你刚刚讲嘅什么就会处女座，你应该拉佢强。也冇有，今面。人工嘅面嚟，啱冇？唔係人工嘅，你做嘅啊，還有很多人工嘅，人工。幾時寫有冇很多芭比娃娃係冇？係啊，我上去自然界啊，冇芭比娃娃。芭比娃娃，跟住神康有乜嘅嘢，唔看見，一手真正有符合嘅神操。有就係我嘅姐姐，就係非常標準嘅處女座。處女座為什麼大家印象都很深刻呢？因為呢，我喺度處女座強下成班嘛，係。古時候其實從細到大，但係大家就講佢規劃出嚟嘅認識，佢除咗潔癖，但後尾要求清高，佢細嘅時節哦，佢就要求我按用板送偏手，用板送偏手，將會用到人哋嘅馬桶做，我做乜嘅事情，就會佢都會教我講，一定按用板做，還有結婚啊，按用板兩手搶你啊，很厲害嘅用板兄弟麼？之前我結婚嘅時節，佢係去個包辦乜嘅婚禮啦，還有翕嘅婚紗。你婦女用埋很出軌呢，厲害吧？全部都係起嚟用嘅。我姐老自從嘅結婚係海外婦女，啲啲嗬，海外婦女真勁動聽嘅姐，給你一個處女座一個掌聲。同你中啥嘅冇？咁厲害嗬！嘅理解咯，我身康有乜嘅人當符合嘅嘅成錯。我設計咪係我嘅姐姐，係我姐姐。唔係處女座啦，係牡羊座，係因為牡羊座其實就係性格較火爆啲嘅，韓國啊，乜嘅事情都係大條命。嗰陣我姐姐就係暗用嘅性格唔啲嘛，因為加上佢做事情啊都當假，韓國啊佢冇愛，出國冇愛，唔會知道誒你係乜啥，唔敢老你暗用講，唔過萬一知道佢嘅優點啊，就係唔會技術。唔係幾嚴肅啊，唔係幾嚴肅，故說咩動好啦，動太大咩性格啦。火象星座就係嘛嘅淡太太，韓國理解姐姐就係我嘅同行，故說我就自己真正係暗嘅人，很好的朋友。好啦，嘅白劇嘛，因性變有乜嘅嘢？一塊，記住阿廖嘅senso嘅嘢。我性變哦，就是個當朝嘅senso嘅嘢是我嘅老太。我嘅老太哦是獅子座，非常霸道。我哋下是為老大家分享一個故事哦，為大家評理。我喺度喺佢面前哦，唔係星座大師，我喺度喺佢面前是星座大師身上嘅小塵埃。嘿，安樣哦，安財哥。就一擺，我喺度我嘅夥下為惡時，惡到一擺我愛講惡冇記哦，佢突然哦打開門哦。冇門牙打開門，我講，我愛學，我未愛學，我講，明明我嘅武俠地圖吼就兩件偏數哦，我講吼，你做得起，咱我一件學啊，佢講，我唔習慣，我冇愛，我冇愛，佢坐喺馬桶嘅習慣啦，我冇關係啊，佢愛我哦，馬上起起來現咱我一件哦。這個係王者風範，不過我有個問題，偏數什麼唔鎖門啊？你懂你嘅武俠會做乜嘅愛鎖？唔係啊，你鎖起來，人家老太就入唔來啊，高教你一個步數，下次他就進不來，係唔係？你忘記啦，太急了。真嘅，喊敗就唔係人哋。小鳳咯。神康乜嘅人是最上槍？除咗處女座色彩動上槍以外，你身邊那隻人處女座愛以外，係啊，還有就係本用水瓶座。水瓶座佢係用嚟點啊？基本即係屋企人咩嚇？另一半有很大的空間，個空間太多乜嘅地方點啊？太多我上次2-3年冇轉就冇關係。哦，係2-3年冇轉哦。我天發還我自己大本機，用我大本機咩？哈，種空間怎麼給那麼大？啊，大本機還冇隻，哦，晚上可能去老家自慢去戇嘅。咩唔曉講我天發，反正我知道沒有基本的空間咩？吼，基本嘅空間，佢自己咩東西有空間。係我總感覺咩？吼，我只要錢有拿轉去就做得了。嗰時候唔多王太太心目中缺 ATM 就錯嘅，比 ATM 還較好，我把自動匯款、自動轉賬，唔是自己叫。哎呦，嗰時候我就知道個
水瓶座本人空间嘛，不过像我爸有很难外回事哦，我爸见咩水瓶座，不过我就想讲没有，水瓶座要很有空间嘛，思想会很跳跃。跳跃啊！不过另外像可能星座可能我因为成长环境背景的吼，我有影响到。对啦，就说王爸爸唔系思想跳跃给你，你跳跃不起来啦。对啊，不行啦，因为伊头发已较酷嘛吼，伊可能较辛苦啦。较辛苦，像阿爸佢寒冬西，当后生就出来做西，做西赚钱养家嘛。后来结婚有家庭，一样又是要养家嘛。故说佢当年的生活就会出门做西，赚货、吃饭、睡觉，啊，那日又会出门做西、吃饭、睡觉。哎呀，就讲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古天的啦，已经讲冇变的啦，思想已经不跳跃了啦。真紧哈，其实哈，两按你讲哈，生活就係一個參考聽聽啊。最重要係咪後天嘅環境最重要哈？唔過你讀到一個張碩士嘅新朋友時，第幾係嘛嘅生活時，睇下會談佢可能假設你張迪愛係處女座，講加上你可能係龜毛自己人，會按你嘛，會用他的星座去猜測佢嘅想法，又係佢嘅做事嘅方法嘛，有冇你講？一開始其實唔會先去團拼人嘅成錯係乜嘅，團結，因為我知道香港我將多動因素幾好，用成錯來去團結行為啊，團結想法嘅，我知道也係冇公平嘅啲麼，我知道多動因素嘅朋友就會天天嘅來認識佢，按樣將係按到交朋友嘛，行過熟悉以後呢，將來去團講哦，一三年係乜嘅成錯，按樣有做嘛，我知道按樣較神奇掉嘅啦，按你較神奇掉，係啊，跟小鳳呢，你們將認識一個新朋友。講，你是水瓶座，鼓手你係異世界來的星球的朋友嗎？唔係，我應該算人係冇懂米安尼嘅成錯，不過我非常嘅尊重，非常嘅佩服星座大師啊，懂了嘅。你懂嘛？因為從來咩嗬，我是唔會講一見面就去團結嘛個星座啊嗬，因為我做安尼冇禮貌。不過咧，我知道，假使我有中意嘅什麼嘅，星座喺度嘛，變一個話題。都係用星座去了解，佢係乜嘅想法，佢係乜嘅個性，係嘛？星座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管道工具。真嘅啊，其實唔管係你係認識一個新朋友，會唔會去談？佢係乜嘅性格，佢係乜嘅成錯？就算我們不這麼做嘅時候，其實唔多啲啊，唔多潛移默化之中，我們也被星座去影響哈。你下閒聊係觀眾朋友，啲聊嘅時間想下，你身旁嘅人嗬，有懂你嘅成錯嘅人喎，等下再來繼續來講了。大禮拜呢都會看啲星座運勢嘅好運嘅物品啊、幸運物啊，呀啲東西啲麼？像有一擺啊，這周運勢啊，就老佢講，而家在成倉吼，同適合黃色。故所以佢建議你去做黃色嘅帽嘅、黃色嘅衫褲、黃色嘅手錶、黃色嘅鞋。我真係想強調嘅。我係基本幸運嘅方位係東南方，哦，我以前上班嘅公司啲西北方咧，佢係咪根本就唔喺上班咧？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嘅節目現場，兩問大家是係各位後生人，人喺身邊啊，有人吼一看。很相信占星學，懂相信神聰啊！星座大師說今天要做什麼，他就跟着做什麼；說今天要穿黃色，他就穿黃色；穿綠色，他就穿綠色。有兩種人冇？有冇？你講？有，我嘅朋友非常嘅嚴重嘅，大隻禮拜呢都會看啲星座運勢嘅好運嘅物品啊、幸運物啊，呀啲東西啲麼？像有一擺啊，這周運勢啊，就老佢講，而家在成倉吼，同適合黃色。故所以佢建議你去做黃色嘅帽嘅、黃色嘅衫褲、黃色嘅手錶、黃色嘅鞋、黃色嘅耳夾誒，係黃色嘅手鏈唔啲嘛？佢真係強強調咗嘅。不過佢嗌咗就講，你跳迷信嚟吧？唔過其實我講嗌冇迷信咯，唔過一樣有好運會發生啊！我要知道讀歐巴啲喎，係啊。那真嘅有對歐巴哈，佢家是暗號黃色，我建議有一個最時尚的打扮。黃色小鴨，衝出去，時尚，史上最時尚，真嘅係唔係？小鳳，身旁有兩種人嘛？嗱，這兩種人咪好，世界末日都不缺啦。哎呦，真係一聽懂到，像有的係乜嘅，有的連交朋友就唔講乜嘅星座，
哦，还有个应征员工，没有问讲你迄嘛个星座。好白啦，聘神咯，行喺門呀，真嘅，真嘅，係啊，觀眾應該要都要讀過，去應徵加叫問。我啲可能係頭家，像我係處女座，係就講講應徵到雙子座誒。出題雙子座，我可能係輕講讀到水瓶座，你這個頻率不太對，我係咪會不會有這種情況？很跳躍，佢乜嘅佢出門口我看乜幸運色啦，哦幸運物啦，還有個幸運的風向啦，幸運風向，你趕快按歐吧。有，我就是同佢講，我上唔同咧，講幸運方向沒有，講乜嘅色，乜嘅東西，這安尼我有法度理解。幸運方向也乜嘅套靈啊唔啲。幸運方向，幸運方位係冇？方位你看一下書，哦，我根本幸運的方位係東南方，哦，佢根本出門就往東南方。我佢上班咧公司啲西北方咧，佢係咪根本就唔愛上班咧？哦，然後你講啊，TQ 係一天咩？古時候佢做得老到南半球在轉。唔係，佢一開始就不好意思，我要辭職，我今天到不了咧。古時候兩種人佢咁有乜嘅自然技術嘅方法？有，因為啲題目我就說同佢講係就去問，創嘅按係咩？按新嘅嘢咩？嚇，用用嚟來計嘛，有啊。其實冇乜困難啊！我哎呦，冇乜困難啊！想講你要繞地球一圈呢。然後當你早晨打開門，房間門不算哦，擘開胎門，出門以後，哈，剛剛講嘅東南方，哈，就對東南方跨一大步，哈，安尼就東南方誒，安尼就做得咧。下一步哪一片冇相關？就冇講誒。你係強那有哪有酸啊？那我都想拍下一後片呀又。係啊，真係係強拗誒，強詞奪理。拗嘴啦，係啊。拗嘴，真係拗嘴。然後係真係吼，有啲事情真係參考就話不要太迷信，唔係神錯太死。我就是個朋友哦，然後趙峰哥嘅朋友完全可能挺好笑，非常誇張。就是因吼，我看哦，佢個面書當個哦，破一隻碗吼，凍飲蟲嘅碗哦，佢講吼啊，怎麼辦？我看哦，佢講比我很好厲害嘅星座專家，唐立奇信上講哦，今日係佢10年當中10年以來頭髮最黃嘅一年。所以吼，佢挺擔心吼，挺煩惱講啊，怎麼辦啊？假使我這個錯過啦，我還會咋個等10年哦？這樣很擔心啊，用，但是咁樣吼，凍傻眼，非常傻眼。還有咧，佢大白吼。逐年哦，全會鋪星座嘅運勢圖，然後佢自家講吼，哦，今年會做乜嘅，今年做乜嘅，我曾經為到電視機前嘅觀眾分享這個星座大師嘅實猜法，是係任何聽起來譬如讓你講你會做乜嘅，做乜嘅，認為吼你係很唔錯嘅，真勁嘅，神錯大師講嘅動作，給他一個掌聲，真勁。冇騙啦，冇騙。其實北強家講嘅藝的確係講吼，人嘅命運都係很自家嘅掌握，也係教本配上人來掌握人嘅命運，都係喺乜曬啲掌握人自家嘅命，講就不用關心嘛。嘅生命事情，生命自家會處理，係唔係？兩下問題㗎，講到按到神錯嘅事情，你要讀過，然後你強一個神錯，又係然後你強一上癮嘅人，然後你嘅性格那一片上槍，那一片唔上槍嚟自己。有，因為我姐姐順風清都送唔錯嘅人，像當定講，像我嘅自從，強下叫，我嘅自從係有我姐姐嘅最好嘅朋友都係送唔錯嘅，姐姐講，你真係輕鬧你，因為你太太都有選擇性嘅障礙啦。如果說我嘅姐姐都會聽訴你，還有咧，我老我姐姐嘅朋友大半你讀到前頭感情當中嘅事情，就非常容易心軟，聽講感情就會時常給我嘅姐姐聽。古時候你都。強下嘅世界當電影，總唔得強下去看嘅買感動的片，哎呦，但是氣氛很恐怖，會浸水呢，會浸太水。如果我老弟家一看，你兩世咩叫都會死啊！如果我一下唔會啊。咁你家人順風有人強成錯嘅？有誒，像我家還有個係12月24號嘅生日號。哎呦，好日子呢！係啊，嗰陣我有一個張良日嘅朋友，同學嘅朋友咩係摩羯座，即係27號，我老記嘅非常
的好，连做事情啊，韩国做嘅丈夫啊，同多嘅事情都非常強用，像印度豆啊，同冇關係嘅事情啊，我互相來訴苦嘅時間，印度係用強用嘅方式來去處理。係韓國，其實啊冇需要講同多東西，就用那種心靈交匯感覺。心有靈犀。係心有靈犀，就會啲講哦，佢殺下來我講乜嘅，嗰種藝有呢種才非常嘅從嚟做係咩動？有 make key 就很有默契的感覺，因為唐小妹懂電影，係複製人，是不是複製人啊？冇啦。誒，講一拳哦。好，哦，我講哦，我有6隻朋友吼，迄老愛生日，迄慶日。哦，要按水。按水喎。哪該按水6隻啊6隻。 6隻啊？誒，青島呢有那位有6個人，然後你慶日出世呢？有。唔係個慶日阿妹慶咧，6胞胎係冇？慶樣啊？係啊，因為6隻有細奶，沒有細妹啊。哦，細奶嘅性格吼，咩老愛親像該就親有愛心啦，吼，性格咩親好。哦，係咁講係要聽人講乜嘅東西吼，你就講好，哦，就會順得人按用型啦。哦，故說呢，係感覺。這個生日呢，哈，有檢查地方，太還是有不一，冇強用嘅地方啦，哦，因為講法嘅方式啦，吼，喺條路吼做到樣辦啦，咩冇強用啊，你就係自家嘅有田嘅關係吼。而家意思係講你做嚟較好係咪？我做嚟較好啊。唔係跟做嚟較好，愛模認同嚇。如果家官員講到啊，後天讓向正經下從了環境會讓向一個人蓬生麻中不服兒子，假使你在淤泥中，他在哪裡？假使就用上就冇強用，係唔係？星座大師身邊哪一張人讓你擅長強用呢？你提醒就老太家講啊，我嘅老太啊。等一下，你阿老太係獅子座，鼓手，你係獅子座，等一下，你記唔記講按度？星座大師切間冇講，這個係獅子座，係唔係？錯，我是8月17號嘅獅子座的啦。注意到獅子座，你覺得有像嗎？你知道佢有像嗎？大強非常的像獅子座，因為剛才我就有團其實就會獅子座，因為呢獅子座就非常有自信，去講這個係態勢嘛。真嘅，非常的熱情，非常的樂觀，非常的積極，還有氣有理想，對啊，還有很有抱負，對不對？好面皮，真嘅對頭擺到倆下吼，總北強對家嘅細妹朋友嘅態度來看，佢真嘅係萬壽之萬殊之寶，愛就係世界嘅重視，乜嘅事情就係談愛就係 Kim， 你就係談愛嘅話，係唔係？完全錯，因為我嘅五天就到我嘅面前是小綿羊，因為我嘅八嘴是做得老幾實體咧，太可怕了，當然應該。剛才哥講這個係塵埃啦。對啊，兩下就變太死嘅按燈樣，真嘅按燈樣吼。不過今日大家分享按到，你愛啲吼，成錯係乜嘅？係個參考聽聽。不過你愛承認啲係當好嘅話題，假使2-3年冇熟識，因為成錯大嘴骨，可能最尾你就變情侶咯。下禮拜今日嘅時間，你要繼續來收看《後生太上宮》。要發太